当地总统赖清德演说，国民党的立委王宏威是指出，赖清德自头到尾拢讲中国。伊讲当初蔡英文就职的时，会讲中国大陆两岸，伊认为赖清德明显就是两国论。伊嘛质疑赖总统敢有影是惊蔡英文落山咧。另外，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地是讲，赖总统有讲接受爱互将结束，伊嘛明仔开始，立法院会当有新的气氛。我一直看不到民进党在国会运作的善意，你知道吗？那我一直认为说，可能是因为戴总统还没上任，你知道吗？那我希望今天戴总统已经上任了。既然你都说要遵守程序正义少数尊重多数，尊重少数，少数服从多数才能避免冲突，维持社会的安定和谐。如果戴总统也是真的这样想的话那我希望明天的立法院应当有一个新的氛围。原来今天一开盘是小涨的格局，而随着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到尾声快要结束的时候，暴跌到150点左右。我们肯定赖清德提到了战争没有赢家，和平的可贵之处，但是他要如何能够达到两岸和平，我们看不到一些具体的作为。蔡英文在2次的就职演说里面提到了对岸，他都是用对岸、两岸、北京当局。这次的就职演说里面直接直称中国。